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小康之家，我係小康，投資可以好輕鬆，你的資產你掌控。今日嚟到物業活化系列第4集，就係派息基金嘅物業活化計算機。今次真係3分鐘咧，就教識大家點樣用呢個計算機啦。咁連埋頭頭尾尾可能4分鐘左右嘅啫。因為咧基金嘅計算咧係相對簡單嘅，咁啊每個月派息啦，派出嚟嘅息夠我供樓，剩低嘅咪就係我嘅額外被動收入咯。咁但係有個位要注意就係基金價格波動㗎嘛，萬一下跌會點樣咧？咁我哋就 set 埋一個 function 就係你可以睇翻隻基金過去最低位係幾多，咁萬一悲觀情景未來隻基金跌翻落去嗰個價位，我每個月基金派息要派幾耐，我先可以就算跌都好有個淨嘅利潤咧咁樣。呢個就係派息基金物業活化計算機嘅版面啦。咁照舊喺條片嘅下邊咧，我哋會有個 Google Drive 嘅 link，方便大家撳落去下載嚟自己用、自己玩、自己試嘅。咁我哋用翻上一集第3集嘅黃先生例子作一個示範。物業估價係750萬嘅，咁輸入翻，跟住冇按揭，而佢最多活化做70%按揭嘅，咁佢就會自動跳晒啲數字出嚟㗎啦。咁就係525萬嘅按揭啦。咁個現金回贈咧就0.8%就有4萬2嘅，照樣又係供30年，用定息按揭頭5年或者3年係2厘73嘅。咁個供款咧就會係21,000蚊。咁可用資金就係529萬，因為按揭係525加多現金回贈4萬2，所以就有529啦。好，咁去到隔離呢個位置啦，隔離呢個位置就有兩隻派息基金我 set 咗喺度嘅，咁一隻就係派8厘，一隻就係派6厘。咁唔知兩隻係咩基金咧？咁大家可以撳翻上去第3集物業活化派息基金系列嗰度睇翻啲資料啦，咁樣。咁咧其實唔一定要呢兩隻嘅喎，你譬如有其他嘅話，你可以自己 set 咯。譬如你揾到一隻某某某基金嘅，咁佢派息率係7.5嘅，你照打7.5就得㗎啦。咁我哋會 set 晒所有嘢嘅。咁咧呢度有個佔比，佔比意思就係因為你唔一定買一隻基金㗎嘛，你可以買各半又得，買晒一隻又得。咁我哋簡單撳買晒一隻先。BBB 呢隻派息基金派8厘嘅，咁如果1% 撳晒落去買晒，咁佢就會自動咧有個認購金額就529萬㗎啦。咁每個月派息咧就係35,000蚊咁樣。咁咧佢會幫你計埋就係減完每月嘅按揭供款21,000之後，仲有幾多剩？咁咧就有13,000剩嘅。咁13,000意思係咩啊？就係你可以13,000袋落袋啦13,000袋落袋。咁呢個悲觀情況下啲意思係咩咧？咁我哋揾咗就係呢兩隻基金，佢過去咁多年最低大概跌咗幾多？咁譬如BBB 呢隻啦，富蘭克林啦，佢跌咗3成幾嘅，3成咁樣。咁我哋就 set，咁萬一悲觀嘅，唔好彩嘅就跌3成。咁 A 同 AA 呢隻咧就跌10%咁樣。好啦，咁我哋睇咗 BBB 呢一隻個情況會係點樣先？咁咧首先節省供款，其實節省供款嘅意思就係、一年你可以收到幾多錢啦？因為冇按揭啊嘛，咁你一年可以收幾多錢？咁一年就收到16萬嘅，5年就收到80萬啦。好啦，咁如果按揭咧，其實佢係會每年遞減嘅喎，因為你其實 keep 住供樓噶嘛，2萬幾蚊。咁本身525萬嘅按揭咧，譬如去到第5年咧，會淨係爭464萬嘅啫。咁到時候你要贖回基金啦，假設100%先，假設。咁你就攞翻529萬啦，即係變咗其實如果你第5年退咗個基金贖回，攞翻529萬，還晒落個按揭度咧，其實原來仲有64萬剩嘅喎，即係變咗其實你係賺兩樣嘢嘅，每個月有13,000蚊，一年有16萬啦，5年有80萬，仲有你完咗個計劃佢，你賣咗啲基金還翻落層樓度，其實仲有錢剩嘅，仲有60幾萬剩咁樣，咁兩個數加埋咧就呢個淨回報呢一項黃色呢一項啦，咁就有148萬啦，148萬。咁但係呢個咧係我哋叫做幾完美嘅假設嚟嘅，假設就係基金價格冇跌個基金嘅派息維持一樣。咁啦，咁我唔講佢嗰個派息變化先，萬一基金跌咗點算？係啦，基金跌咗咧，咁呢度下邊有個叫做贖回情況悲觀啦。咁悲觀就係跟翻上邊呢一度話跌3成啊嘛，3成。咁咧你就攞唔翻529萬咯喎，攞得翻淨係370萬啫，跌咗3成。
咁咧還唔還得晒個按揭啊？咁我還唔晒啦，因為個按揭爭460萬啊嘛。咁攞370去還，仲爭90幾萬嘅，仲爭90幾萬。咁但係中途你賺咗80幾萬喎，因為每個月收錢啊嘛，賺咗80幾萬，咁都仲爭10萬蚊先還到個按揭。咁變咗就係咧，呢個 case 如果最悲觀嘅情況之下，去到第五年跌咗三成，原來你係冇錢賺嘅。不過你如果揸落去，即係假設咁隻基金唔係無了期咁跌啦，咁可能30成就算啦跌咗。咁其實如果你係揸到第八年咧，都會有錢賺翻嘅，都會有錢賺翻嘅，係啦。咁萬一真係跌三成，咁我要揸到幾時先可以供斷層樓咧？咁咧嗱，第10年咧個按揭爭390萬啊嘛，咁如果跌三成就攞翻370萬啊嘛，咁仲爭少少嘅，可能大概12、13年左右咯，12、13年。咁但係中間每月1萬幾蚊你都會收到嘅。咁譬如你話唔係喎，阿 Kenny、阿少康，喂三成個波幅我真係承受唔到，我揀隻穩陣啲嘅，咁我唔要呢隻啦，咁填翻0%啦，我要100%都係呢隻高評級啲、波動性低啲嘅基金，咁我每個月收到嘅錢少啲嘅，收到5000蚊嘅啫，咁但係個波動性咧，悲觀嚟講都係跌10%，過去10幾年都未試過跌超過10%嘅，咁穩陣啲咯。咁譬如我哋一樣睇翻第五年啦。第五年咁每個月得5000，一年6萬啦。咁其實5年咪30萬咯。咁一樣啦。如果佢個基金價格冇跌嘅，賣翻原價，還翻落按揭都有60幾萬，咁加埋我都賺90幾萬嘅。萬一悲觀佢真係跌10%，529萬，我賣出去賣90成，即係得翻470萬啦。我都足夠還晒個按揭啊！咁變咗5年都 OK 喎。都足夠還晒按揭，仲有10萬剩，我 total 賺40幾萬，咁變咗咧呢個潛在個風險就少啲啦，咁變咗咧其實都係老生常談啦，高風險高回報，咁大家自己去決定啦，咁樣好啦，咁我哋其實講完㗎啦，不過我哋可以即係睇多個 case 啊，我哋睇多個 case，呢個 case 咧就係阿李生，咁佢個物業就估價900萬，咁咧佢本身仲有按揭嘅，仲有250萬。咁就仲爭12年啦，係2厘5嘅個利息。咁做7成之後就係630萬啦，現金回贈5萬蚊。咁2厘73啦，30年，咁供25000嘅。嗱，你見到表面上供款多咗啦，咁但係因為攞去做派息基金，譬如我當買太 BBB 先啦，咁佢會派到25000嘅。其實咧呢度咧就講緊佢可以做到即時免費供樓啦。咩叫即時免費供樓？因為本身佢供20000蚊啊嘛，本身供20000蚊，跟住而家加大咗個按揭，拉長30年要供25000，但係佢呢個可用資金有385萬，攞晒去收8厘息嘅話咧，會收到25000蚊，而呢個25669就可以冚晒佢個按揭供款，佢就唔使供啦，唔使供，仲有17蚊剩，咁即係當打和啦。咁變咗咧，本身20000蚊就慳咗啦，本身20000蚊慳咗，每個月慳20000蚊。即時唔使供樓，咁當然啦，但係個按揭加大咗喎，咁我哋睇一睇，譬如第五年嘅時候，加大咗嘅按揭咧係630萬啊嘛，還到去第五年咧仲爭550萬，咁但係個基金我賣咧，我淨係賣得到385萬啫嘛，咁變咗咧係會仲有172萬剩嘅，咁仲有172萬剩咧。係好定唔好咧？咁我哋要對比就係原有佢本身係爭幾多？爭250萬啊嘛，原本爭250萬。咁如果乜都唔做，照樣供20000，供5年，佢會爭150萬嘅，即係個按揭比以前都有十幾萬個按揭比以前都有十幾萬。咁但係因為我唔使供樓喎，我每個月慳2萬喎，我5年慳咗82萬喎，我慳咗呢82萬咧，我按揭多翻16萬，咁我都賺100萬啦，係咪？好啦，咁其實你會見到咧。隨住年期增長咧，咁因為我 keep 住唔使供咧，其實你按揭係會慢慢縮、慢慢縮、慢慢縮嘅。其實去到後期咧，大概15年左右啦，你係可以賣咗個基金就冚得到嗰個按揭供款㗎。
咁樣。好啦，當然啦，萬一真係個價又跌啦，咁我要揸幾多年我先有回報咧？咁你其實自己睇翻呢一個最低黃色呢個數啦，咁要揸到6年咯，揸到6年咁樣啦。你譬如唔想咁大波幅嘅，咁就做AAA 評級高啲、波動性低啲嘅債產品啦，咁啊風險少啲。咁你會見到佢就派19,000，咁就唔夠冚晒所有供款嘅，係啦，因為你要供25000啊嘛，減完19,000你都要供6000幾，咁就比原先2萬你都慳咗14,000噶啦，咁但係你風險少啲咯，係啊，咁都可以減輕你嘅供款。今日嘅派息基金物業活化計算機就講到差唔多啦，咁下一集咧真係要密切留意啦，因為下一集我哋就會講最後一 part 私人銀行級別嘅物業活化，就係做基金融資對沖保費融資。咁而完咗呢一個嘅實例分享，當然亦都會有私人銀行級別嘅物業活化計算機啦。咁咧就記得 subscribe 我哋，唔好 miss 咗未來呢2集啦。咁如果你覺得條片都 OK 嘅，咁啊 like 啦。如果可以俾埋其他人睇就仲好啦，咁啊幫我 share 埋出去。Thank you，下集見，拜拜。